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审查囤房税2.0的修法，计共是有21个修法的版本哦。有党团定囤房税率上悬定到8%还是10%，行政院提出的版本上悬是4.8%。财政部是表示讲，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，嘛强调讲囤房税无应该定了上悬。引起各界关注的囤房税2.0，18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摆审，包括行政院阁有朝野立委的提案，拢总有21个版本要审查。那每一个版本之间主要的差别有税率、税基改革、扣税时间、厝价较低、免税条件，阁有囤房税敢是要拨入主体基金等等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认为需要透过修法，把课征差别税率的门槛提高，避免地方政府阳奉阴违。由实力所提出的中央统一征收，并且依据个人全国归户多屋冲税，然后出租免征以及这个偏乡免计的原则，然后去制定一个空屋税。这届囤房税2.0修法的重点包括调整税率、扣税简单化，阁要鞭策地方政府落实差别税率。在全台湾任何所在，若准唔是家己住，无税予别人，嘛唔是继承摕到的徛家厝，全部拢爱甲扣做伙。调悬税率的范围是2%到4.8%。按地方政府拢应该按照所有人在全台湾所有的户数来定差别税率，而且爱采用全数累进来扣税。有党团提案囤房税税率极低应该是8%或者是10%，这比行政院的版本4.8%是更较悬。不过财政部认为，房屋税是对财产的扣税，所以这税率的定定就要斟酌。拉到一个很高的目标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有的时候是知易行难啦。如果单看那个税率，所谓10%、8%会跟4.8之间差距，但是要看的是全国归户。也就是说，你散落在各县市政府的，你要全部归在一起。你房屋的户数落在哪个集聚里面，你用这个集聚的税率，而是你只要超过这个户数以后，你就是用每一间房子都是用这个最高的一个税率来课征。就地方政府应该就要用这个来课，就要来这个课。所以对于还没有实施差别税率的地方来说，它是一步到位。财政部表示，若准修法的法案会当在这会期3读通过，以到113年7月实施。114年5月立房屋税时阵，就会当使用新制。记者吴雅竹、张国良台北报道。